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大志物。今次咧有個賠率，可以同大家講下賠率啦。因為咧跑星期四啊，多啲時間準備，可以同大家即係整多條片講下啲賠率啦。頭場就即係5班馬啦，跑咗650啦。貼士咧我係貼即係排位嗰度啊，貼午夜快車3號同埋6號嘅東星月。東星月退出，得翻隻午夜快車。午夜快車而家賠率3倍啊，唔使搏啦3倍，索性唔玩啦呢場，即係第一場唔大笑啦。跳落第二場，第二場咧就之前我係揀3隻嘅排位篇嗰度，就依家咧就我睇完賠率吓，咁就揀翻隻飛雲啦，5號有成12倍啊，其實都 OK 啊，賠率幾好。一隻幸運福星就即係7倍幾，黃志雲好似麻麻地啊。另外就有隻次選嘅庫存寶馬金城江丁冠豪嗰隻10號嘅，寧願要呢隻懶噶啦，呢隻24倍，非常之好。即係第二場啊，5號拖10號，即係飛雲同阿庫存寶馬懶懶地正啊，呢條可以至 Q 或者 Q 嘅話。跟住第三場就我排位篇咧都係揀3隻嘅，出咗賠率啦，就即係我寧願搏爛啦，即係呢場真係，因為其實都熱嘅，又唔係話即係好穩，反而係不明物體喺度又唔少喎，不如搏下啲懶㗎啦。隻神意金剛就10倍，即係跑開未試過跑到1名以內嘅喎，竟然17倍，即係有古怪啊呢個飛數，玩佢啦。我排位篇都有住呢隻嘅，賠率即係有異動啊，真係要揀下佢先得。跟住咧就揀埋新力啦，兩隻都係 Sweet Ace 嘅，即係1號、2號啊，都係嚟得街嘅啦 Sweet Ace。即係反而其他咧就即係有啲熱咯，譬如兩區好友咁4倍好熱喎，火人神樂7倍幾，即係兩隻 Auto 黑同埋啲 feel 嘅紫睿啊，都係嚟得特別好啊。個賠率就稍為爭少少。蔡明少即係7倍或者黃寶嚟啊4倍都冇肉食咯，索性搏下懶啦。講真，今個賽日即係全禮賽日啊，都係搏懶噶啦。即係你點會買咁多熱門啊？就算中咗都冇肉食。所以第三場即係寧願揀1號、2號過。第四場1800米堅多福啊，即係排位篇我有貼嘅12號天太安嗰隻執住一檔，即係而家仲係11倍啊，非常之抵玩啦。好似放頭添，執住一檔真係十分之好啊！即係田泰安為咗上訴都係要跑呢個賽日嘅，所以呢隻真係全日最佳心水嚟噶啦，又有肉食啊 OK。因為3T 場次啊，另外隻配腳一定要揀懶噶啦。睇嚟睇去咧就試下潘大衛嗰隻好啊，長勝威樂。呢隻咧依家係28倍。其實即係其他馬就太熱啦，一係太熱，一係就懶嘅，但係又冇賽績支持啦。即係不如試下呢隻啊？呢隻咧副系咧就跑到泥地嘅，潘大衛亦都係泥地王嚟嘅，喺英外試過冠軍泥地騎師咁樣。搏下懶嘅情況下，就揀12號啦，同8號啦，第4場。好，跟住第5場，就係4班啦，跑1200米嘅。我排位篇貼嘅福國寶嘅，久休復出，不過而家咧得個8.2倍，攞咗個12檔，黃寶嚟添。近嗰6次都未試過跑到10名內噶啦，都係第5個，即係觀望先啦，即係太過熱門啦。
即係如果佢有翻20倍咧，咁我會揀嘅。即係哇，聽得個8倍幾，臨尾可能仲落飛添喎呢啲嘛。唉，算啦，唔鬼要。咁啊，另外隻金多喜啊，大熱門啦，就即係太熱啦，呢3次場次，同埋近嗰6次都未試過入到第4名喎，最低第5名喎。咁啊，搏下冷啦，不如咁揀隻9號啊，喜行咁都係即係希斯嘅。咁呢隻馬咧就啱啱亦都係晚泥嗰陣時，咁啊跑咗個第2，其實有賽績根據㗎啦，泥地跑到㗎啦呢啲馬。咁啊，而家8倍其實 OK 嘅，幾順啊，即係對啲泥地嘅馬嚟講嚇，即係8倍抵玩咁啊，揀呢隻即係第5場啊，9號喜行啊，單棍啊，睇下孖寶可以點拖法啦。咁跟住啊，第7場就因為有4連環多播，不如我就貼4隻俾大家啦，有個4連環。咁啊，第6場就唔講啦，第6場即係冇乜心水，所以唔講。咁啊，講第7場啊，直接跳落去。咁啊，4隻就係時尚風趣先啦，一定要揀㗎啦，時尚風趣即係巴道25倍，即係泥地咁好嘅巴道都有25倍，隻馬有跑到泥地嘅，係要揀啦10號。咁跟住係12號赤壁，咁啊11倍天泰安嘅，咁亦都係天泰安，即係有機會搶 win 嘅馬啦。今個賽日上次好近咁樣第4，而家半冷身份呢啲都係要拖㗎啦，啲咁冇理由4隻都係熱門㗎嘛，點都有啲冷門嘅。咁啊，跟住啊，即係熱門揀翻日馳千里啦。咁日馳千里就5倍7，咁金城江嘅即係英愛嘅泥地王啦，金城江咁啊5.7倍都 OK 嘅，呢隻馬亦都係跑到泥地幾好嘅 Catalyst 父系。咁啊第4隻咪揀7號天天灑落，上次啱啱贏完噶啦，咁啊贏啲姿態咧都似係仲有啊。咁啊今次啊就大潘換細潘，咁啊博你唔信。咁啊賠率啊都有5.9倍，即係呢啲都係有泥地賽績嘅，十分勁添啊呢隻。咁啊入到即係頭4名都好容易啫。咁啊揀呢4隻啦。咁所以第7場咧就揀就係10號啊、12號啊、咁啊5號啊，同埋8號整條4連環21蚊4重彩24蚊咁樣買4重彩玩下先。好，咁跟住啊第8場咧就即係凌先生太熱啦，4倍幾。咁啊，其實我覺得佢實力同自跑得差唔多，咁自跑得回到落去12倍。咁可能因為排個外檔啦，不過呢啲就係成日都係咁噶啦，外檔反而要搏，即係呢啲馬，而且有賠率啦。咁揀自跑得啦4號，咁跟住啦，再執隻買位置 Q 啦，咁啊執埋 Q 加加金城江嗰隻9號嘅，咁啊咁樣串成一條 Q 啦。好，咁就今次個賠率速遞就完啦，咁我哋睇下下期再見啦，睇下結果如何啦。今次我哋賽馬日正啊，全嚟好，再見，拜拜。